联手，说不定真有与他们一战之力呢。别做梦了，既然你难逃一死。 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成了鬼灵门的狗？二伯救我！哼，先走一步了。姓韩的休走，禁制未开，他走不了。先与我擒住那鲁侯。 等脱离了以下的危险再说。那鲁侯，你可要多撑一会儿啊！多久？紫金斩，红宝都不要了吗？韩道友，我困不住他们多久，只有一斩开山旗，需要些时间，劳烦韩道友拖延一下了。起！ 竟能驱使太庙神技，临时控制，恐怕能发挥的威力不足一成，困不住多久的。你最好在他们破阵前打开出路。